生活伫都市的囡仔，因的游戏空间是毋是互剥夺甲压缩的？2019年，台湾有一群家长参考国外经验，伫台北举办第一届儿童街道游戏，申请甲路封起来，甲粉笔、水球、佚佗物仔摕去伫点仔架路顶，先互囡仔一个自在放松的生乐的空间。2022年，街道游戏更加延伸来到新北市的三峡。这场号称是全亚洲规模上大的街道游戏，安怎来解放囡仔游戏权？背后佫有啥物款的教育理念？咱就对囡仔来去街路顶做伙算。我都在看电视、玩手机，很少出来玩在马路上面。看到很想玩的东西，他的眼神是发光的。丰北大最有意义的就是这么大的场地给封闭起来，让小朋友能够重拾马路的游戏权。这是新北市三峡第2路。这一天，540公尺长的点仔架路分做2个世界，一边是车在行，另外一边变成囡仔的游乐地。那镜头要指向哪里嘞？呀，这里吗？那我们往这边画喽。封闭了的车路变成安全畅快广场，会使做囡仔的跑道，会使做围步，嘛会使做厨房的一场。2022年，全亚洲上大的车路游乐场伫北台湾出现，超过1万平方公尺的场所，有几千个大人囡仔来遮耍。囡仔欢喜的笑容化解了蒙蒙啊雨，竟然变成上耀眼的小太阳。我们一直很希望，就是孩子不一定是局限在就是政府给的公园跟游戏场的或者亲子馆的这样子的空间里头，其实我们要开创更多比较新创的还有创意型的空间给孩子们，让他们整个城市到处都看到小孩子在玩啊，在开心的那个身影。道路中有一个焦点特别引起囡仔注意，迄就是世界头一座用天道树所起的大型树仔厝。对，贝贝。玩得过吗？有踩到就好，等下上去会有重量。固定啊。哎，正时固定啊，假固定啊。加班呢。像我们现在把小朋友带到树冠上面去了，他可以去体会到树冠上面树的分叉，然后可以看到树叶，然后可以看到上面空间的有趣。哪一个小朋友不喜欢溜滑梯呢？那么小朋友呢，可以开心的玩。脚甲手并用爬起的树仔厝。2、3。一棒啊冲落去，所以咱入去茶壶池，刺激又佫充满快感的体验，变成迄一天大家烧成快乐的热饭设施。刚刚这样溜下来会害怕吗？不会，这是第一次玩吗？第二次。刚刚来，你觉得看到最想玩的是什么？就这个啊。你平常假日都在做什么？在家里玩。都在家里玩啊，很少出来玩，是不是？那今天可以出来，你有觉得怎么样？好玩，很好玩，想不想下次再来？这个巨大的树屋还能够训练大小朋友的肢体协调能力，像是你可以选择用简单的攀爬方式，或者也有比较高难度的挑战方式，或者你也可以选择靠大人的力量把你拉上去。1、2、3，拉！街路游戏来自英国。2019年，台湾一群热心的妈妈串联发起全台湾头一场活动。3年后，因的理念伫湘北地区延伸，成员李国华是一个2个囡仔的老母，伊甲参加行动的家长想要解放城市的空间，嘛要让囡仔伫游乐中学习，捍卫儿童的游戏权。在台湾，所有的人都是要让车，大车小车全部都让给
车子去行走的这个空间，我们很希望偶尔可以解放还给人，因为曾经没有车的时代的时候，所有人走在路上是安心的，然后孩子是觉得整个空间都可以去探索啊。尤其这2年伫疫情的阴影下，这囡仔用3C 的产品、电视游乐器当作游戏素材比例大量提悬，室外活动机会减正侪。以前会在路上画画，用那个粉笔什么，以前车比较少一点。因为我觉得现在太多就是3C 育儿的，那我们自己本身是不喜欢这样，然后有这样大自然的活动的话，我们会觉得很珍贵。用英国龟仔图打造规片绿瓜糜的大人囡仔，耍甲真欢喜，感受土地温度。这款梦幻的走甲跳无样池，已经消失伫囡仔的童年时期。那假日在家都在做什么？我们都在看电视、玩手机，很少出来玩在马路上面。下次还会想来吗？我已经来过一次。对啊，很难得可以封街。是啊，而且第一次有陶土的，很不错哎，所以就让他下去玩吧。安全的地方很容易就变成是社区大楼里头小小的一个社交的，比如说公社，或者是去到外面就只能去到公园游戏场，其他空间大家会觉得，要不然会遇到坏人，要不然就会遇到车子会出意外，这些的不安心都会让所有的大人对于养小孩、陪小孩长大这件事情很抗拒。人口真济，双北市2022年平均每一人享有的绿地空间，台北市民是7.16平方公尺，新北市民更较少，是5.6平方公尺。调查嘛发现，家长有囡仔的时，时常面临亲子游戏的5大烦恼，包括游戏设施选择不足、无亲子活动空间、幼儿的游乐设施无够、无安全性，更加烦恼讲消毒无够安全。我们会想说，好像我们台湾去山去海很近，但是其实有非常多的家庭，他们其实没有那个时间空间的余裕。下次还要不要来？那你还想来吗？伫嘉乐游戏单位的一个角落，一群7岁到12岁的囡仔，来自3级的实验教育自学团体学处方。小小年纪就做这摆活动的筹办团队之一。第2条抽到哦，第2条。你是什么？我是帅哥。我才是。你哪是帅哥？我才是。 10岁选阮参加自学团体2年元，嘉乐游戏的规划初期，伊甲同学用脚甲手甲锁啊，做伙完成简单的道路测量，为房家申请道路使用权。 手来做记号，这样子点下，然后绳子再放到这里，然后再拉长，然后到最底的时候，那个人就来点一下。那你有觉得好玩吗？这样？有啊，但是在量大一路的时候，我们量了很久，就把那个路叫为地狱路。在实验教育引导下筹办活动，成为上生活化的一节公民课。 在马路上会影响到谁呢？用路人，所以他们就知道 ，OK， 那我东西要送，比如说交通局。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你数学的所有概念都来了，表达、文字记录全部都出现了。嘉莹是学处方的创办人之一，学生时期伊参加高雄大学偏乡教育计划，毕业后伊就对教育的热情，甲2位计划成员，在2020年申请创办实验教育团体，来到3峡找厝。 这一间就是学次方。学处方的实验教育基地就在社区的大楼内底。然后小孩现在在做他们自己的自主探究，可能有一些人会做偏乡的教育，有些人做高社经背景的。然后做着做着就发现，不管是怎样子环境的孩子，好像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学，所以才开始很坚定，那我们应该要走的是自学团体。 做实验教育，即马梦想伫3峡有一个雏形，学习内容强调自主的探索，打破传统分科教育的限制，采取无分年岁做伙上课的方式。教室内学阮正在研究色彩项。然后上色在这些东西上，然后再放上磁铁，它就会一直转，一直转。
翻面在色盘下方2个印记，用胶带贴上。好，你这也完成了 ，OK。好像比较稳。轩恩的状态来说，他现在要练习的可能是阅读的过程、阅读理解过程，或者是专注度的部分，所以慢慢的拉长他专注的时间以及阅读理解能力。虽然阮较早是体制内教育的学生，因为无法度适应上回步调，引发学习的恐慌。来到学处方，才找到上适合的学习环境。另外一边12岁这个温林正在学习。像第一段他就说爸爸要分得更细一点。那你就是在练习做那个咯，重点摘要咯。对。这个温林伫这充分体会到探索知识的热情。可以。我们都会一直跟孩子强调一个概念，是我们所学的东西就是真的实务上会拿来用的。但在当初准备街道游戏的时候，要做采访的动作，或是他们在当初可能要去做阅读公文跟文件这件事情。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全台湾参加实验教育学校和团体的学生人数，从2016年的9000多人，到2021年已经突破2万多人，占全国学生总人数的比例当中有将近1%。也就是说，每100个小孩当中就有将近10人参加实验教育。可以用行动去服务一个团体，然后去为一个团体再去服务更大的社区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蛮不错的经验，不是说只有考试成绩好。他们是从头到尾实际上的参与每一个小事情，所以他们对于筹备一整个大型活动，其实他们是已经有概念了。机器人就是会动脚，机器人还会走。它是像这样子有轮子的这种。在实验教育的模式下，囡仔依照家己的步调学习，在成长的过程中嘛加一分的自在。这一条是大一路，那我们是怎么画出这个？我们是怎么知道大一路是这个长这个宽的？我们去量的。那请问这些斑马线的数量是乱编的吗？不是吗？我们就是边走，然后一直脚边踩，然后边踩。实验教育跟街道游戏，其实它都算是一个，我们应该去看见，孩子真实需要他的本质是什么，他需要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两个都是一样，孩子需要有宽阔的空间可以游戏，孩子需要去依循他自己原来的样子长大。每一个学季，我们陪孩子选一个。由他自己选一个他想要挑战的目标，所以在这方向上，就是我把选择权给他，让他决定说，我现在想要努力的事情是什么。哇，欢迎我们这一群负责提案的小朋友，直接来考考他们做了什么事。那个我们有去做了一个大一路的地图，然后我们有去量大一路有几公尺。一场接下来游戏革命，重新牵起人甲人甲土地上自然的交流，嘛互大人甲囡仔重新找回快乐的初恋。无创意无界线，对于创新教育学习派的囡仔来讲，因得到的更加是无价的成长体验。